苗片锣鼓响连天，山歌小调开上场。你采茶来到客家庄，唔怕天然병机风太年初一，娘新年大家穷下来看起笑容容。基本应该来到了，唔系爱做阿蛋妹，唔系来做阿秋，系来讲一个上庄界。并唔系哟，系老爱穷庄界，按到三龙。观众朋友啊，你所谈进来哟。讲通山有一个张三郎，种茶卖茶前内行。基塘讲台湾个千河船，还是错身过海到北港。记到茶米卖铁，还是卖插蛇，一担两笼10个行，独个台北卖来后山卖三出时桥是有何中？春门3年收风霜，都系为多子5变让阳讲俩营业。家父娘下线的本三郎，对叫急急全家通那个张三郎，报复一把转故乡，还卖有千多个登陆送父娘，急急行来，急急转，顺路错转厦门港，对了厦门港顺，有一间泰酒店，迄2间酒店名上冲介调价很低，落来错挨了2片可以充实材料那个张三郎，真是一碗。破菜汤有雪太一盘，姜丝炒太冲2间酒店，该酒太子呀阿奶姑，该装最是秋后冬家炖类四家窗，乜个公子阿沙罗阿伯阿看到技师，唔少一群父亲饮大汤。讲到了解阿奶姑人人安乐，讲系一等出名嘅花轿娘见本日。如何出拳来当办好心事？不计长到开灯笼嘅张三郎，阿奶姑日日来打扮也先是抢开汤，牛的西门卖嘴花，满面笑容问三郎。哎呀，我太催住张三郎。爱见你系好酒量，上等老酒抢你说3杯5杯见人帮。你来说酒，爱来尝23又讲又笑人送上。阿哥爱说捉入枪，也系爱说风过凉。还有米酒亦暗讲爱抢你说来抢你上。老妹天酒抢你说，唔是用到1千两。这个阿奶姑。跟对三郎打案件，喊一片天酒一片讲，三郎谈到是脚带扭扭，心肝飙飙，唔知有几条。3杯高粱啉落肚，满地湿到醉蒙蒙。嘿，我讲了个张三郎，仅仅是4个么啊？个穿台前是坐台下，看到阿奶故事欣赏湿到醉喵喵，完全没想到自己摸下个姑娘有几辛苦。唐讲了下，几个外面嘅姑娘出门来爱亲老公咧，佢到底要亲到冇亲到呢？观众朋友啊，你是错好些来哟，正月初一嚟踩茶去，爱开拍。